黄伟摕6日接待日本纳科氏的贵宾，首先感谢纳科市长仙崎先生多年来支持双方的交流。除了恢复将军相关的民间交流，今年2月也来参加2024台湾灯会开幕式，共同迎接台南400。黄伟摕更感性表示，4月份花莲大地震，纳科氏也伫第一时间传来关心，会当甲纳科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感觉到十分的荣幸。市长在今年2月底亲自前来参加我们台湾灯会的开幕，那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在4月3号花莲台湾东部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是也在第一时间传来关心的讯息，也十分感谢。当年飞虎将军留下来结下了善缘其实飞虎将军在他的事迹被市民所传颂之后呢，在这些年后，我们台南市跟纳科市也能够缔结友好协定，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时候。志城县纳科市先期市长首先先向4月3号花莲地震的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先期市长表示，去年10月来访台南时，承蒙台南市日前的交代，黄市长也鼓励持续推动两市至高友好交流协定。今年2月也受邀参加台湾灯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花灯，感觉到非常感动。这撮致望对着两座城市都有真重要意义。未来希望展开两市伫教育、文化、经济方面的实际往来。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